而一個南亞細路仔啦，就自顧自咁樣四周圍走，突然之間啦，就衝到去輕鐵嘅路軌嗰度噃。而離遠啦，就有一架輕鐵嚟緊啦。哇！當時我同埋另一個波友都見到啦，可以話係千鈞一髮之際啦，即刻就撲過去，將個小朋友監生拖翻去行人路上面咯。真係說時遲那時快咋，啱啱將個細路揈翻上行人路啦。當時個輕鐵已經嚟到急剎啦。由於事發實在太過突然啦，個輕鐵司機咧亦都落車睇一睇，最終發現啦冇事發生啦，佢先至再開車走咗咋。而呢個時候個南亞鄰居同埋佢啲父母啦，先至走到嚟行人路邊。當然佢哋亦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實在太響啊嘛。Hello， 大家好，我係二郎神，歡迎你進入阿媽有鬼嘅結界。首先喺度啦，要多謝你嘅收聽，仲有你嘅點讚、訂閱、留言、分享。而喺上一集入邊啦，就已經同大家分享咗一位網友 CMH1357 2018年嘅時候啦，喺一個公開嘅討論區冇明文不可轉載嘅情況底下，分享咗自己幾廿年住喺屯門入邊嘅一個靈異經歷同埋聽翻嚟嘅傳聞噃。而今日啦，亦都會繼續同大家分享佢另外用文字所記載嘅一啲個案嘅，繼續會用第一身嘅形式，將 CMH1357 嘅所見所聞同埋親身經歷啦，同大家分享嘅。記得喺我10歲左右嘅時候啦，都曾經有一啲事情發生過嘅。而呢一件嘅事情啦，只不過係喺我童年嘅印象，又或者街坊口中所得知嘅啫。嗱，我就曾經聽過啦，康德每一次大廈維修啊，都會出現一啲意外，又或者科學解釋唔到嘅事情噃。只不過就冇2025年11月所發生過一次大維修嘅人禍咁詭異嘅。我以前有一個鄰居，佢係叫做大舊噶，咁啊大舊啦就買咗翠木木花園做業主噃，淨係裝修咧已經搞咗成2個月啦，但係住唔夠半年啦，就要急住搬翻出嚟噃。原因就係翠木木花園嘅平台啦有啲事噃。嗱，初期啦佢就習慣帶住2歲嘅仔啦，喺黃昏至到夜晚嘅時候會走到去平台嗰度玩嘅。但係每一次當佢落樓之後啦，大舊硬係覺得有一陣風零零舍舍咁向住佢吹埋嚟嘅噃。咁可能係地理關係比較當風啦，所以初時大舊都冇乜點為意嘅。但係奇怪就係每一次佢個仔仔落樓嘅時候啦，硬係會自己跑自己玩嘅噃。個感覺就係個仔仔好似追住某一啲嘅物件嘅。而平台上面啦，其實亦都有其他嘅小朋友喺度嘻哈哈圍埋一堆喺度玩緊嘅噃。但係大舊仔啦就唔會同佢哋玩嘅，硬係會自己走自己玩咯。而且每一次玩完玩罷之後啦，翻屋企入到大堂嘅時候啊，硬係會跌一跌嘅噃。有陣時啦，一跌落地下直接撲在條街上，就會擦損無疆噶啦。有陣時跌得唔係咁傷啦，就喊一喊就算數啦。而當阿大舊佢哋入住喺呢個單位大約4個月之後啦，佢個仔亦都係如是者，又係去到平台嗰度玩噃，同樣四周圍走啦。點知今次啦，當個仔一路走下走下嘅時候，居然突然之間好清楚咁對住空氣講咗一句哥哥。而大舊仔個媽媽喺正佢隔籬啦，聽得清清楚楚嘅。但係最慘嘅就係喺佢哋嘅視線範圍入邊根本冇其他人嘅噃。而當大舊仔嘅媽媽四周圍望完一周之後啦，再擰翻轉頭諗住問下大舊仔同邊個講嘢啦，但係喺呢個時候發覺大舊仔啦，直頭成個唔見咗啊！望勻四周圍，根本就完全唔見咗自己個仔。驚起上嚟，即刻就四周圍走，四周圍揾啦，亦都問下樓下平台嗰度玩緊嘅其他嘅小朋友同埋佢哋嘅家長，但係冇一個人知道究竟大舊仔去咗邊度噃。最終咧就搞到要揾到保安員發散晒去揾之後啦，卒之就喺一個草叢入邊見到大舊仔坐咗喺度噃。當其時啦，大舊仔粒聲都唔出，好安靜嘅。而自從揾翻個仔仔經歷咗呢一件事情之後啦，大舊個老婆就開始硬係成日覺得啦，有一啲特別嘅存在一路跟住佢後面嘅噃，甚至乎喺屋企入邊啦都會感覺到有一對眼監視住佢噶。但係唔知係咩咯，就係咁樣頂下頂下啦，就過咗1個星期啦。卒之佢又頂唔順啦，問下其他嘅街坊會唔會一樣有咁嘅感覺，但係其他嘅街坊當然就冇呢種感受啦。只不過但凡街坊入邊啦，就一定會有人識高人嘅，所以就提議大舊個老婆啦，嗱嗱聲好揾個師傅睇一睇啦。
當然亦都有門路可以介紹一啲信得過嘅師傅俾大舊老婆啦。結果佢哋亦都約好晒時間，約咗師傅啦，去到佢哋住緊嗰一棟樓嗰度睇一睇。而首先啦，師傅就同佢哋去咗案發嘅現場，亦都即係嗰個平台啦。而當師傅一踏入去平台之後啊，第一句說話就叫大舊老婆啦，以後唔好再帶自己個仔去依個地方玩啦。師傅解釋啦，原來平台上面啦，平時就唔係有太多人帶小朋友嚟玩嘅啫，亦都即係話原來平時大舊仔啦喺平台上面見到嘅根本就唔係正常嘅小朋友，而係一啲靈界嘅朋友仔嚟㗎。咁 OK 啦，首先第一個源頭已經解決咗啦，只要唔好再落去玩啦，就唔會引到有靈體更新。而接住落嚟啦，師傅亦都去到大舊屋企嗰度睇一睇啦。同樣一踏入屋之後啦，師傅四周圍望一望，跟手就同大舊佢哋講啦：嗱，其實啦，你哋依間屋不如就盡快搬好過啦，唔係咁適合你哋喺度住啦。同埋啦，你哋要連續1個星期早午晚3餐都去到佛堂嗰度食齋噃。而且盡量啦，唔好喺屋企入邊逗留超過1個鐘啊！如果夜晚諗住要揾地方瞓嘅話啦，就寧願去朋友屋企，又或者去酒店，總之就是但揾一個地方住，都唔好喺依間屋嗰度逗留啦。而大舊同埋佢老婆啦，聽我師傅咁講，當然係寧可信其有啦，因為一直以嚟佢哋都感覺到好清楚喺屋企入邊有一個非常唔友善嘅視線啦，一路啤住佢哋嘅。所以最終啦，大舊佢哋一家人就揾咗另一個地方暫住啦。至於喺邊度住啦，咁佢係冇講嘅，淨係知道1個星期過咗之後，當大舊佢哋翻屋企之後啦，就已經感覺唔到嗰個啤啤共眼超超一路監視住佢嘅眼神啦。而再過多半個月之後啦，大舊索性就將自己嗰個單位放咗盤，然之後另外租一個新嘅地方長住好過啦。總之就以後都唔會再翻呢個單位啦。其實除咗屯門之外啦，相信有好多地方嘅屋邨或者屋苑啊，間唔中喺夜晚嘅時候都會見到喺屋邨嘅範圍入邊啦，有人燒街衣嘅噃。但係又唔係7月節噃，總之就間唔中有人燒街衣啦。因為始終啦係中國人嘅地方，就一定會保持住呢一種習俗嘅，特別喺香港地啦。而當屋企人有人病咗，睇極醫生食極藥都係唔好嘅話啦，就會走去搽日腳嘅噃。睇下會唔會撞到一啲靈界嘅朋友啦，之後亦都會拜一拜神，求個心安啊嘛。而我自己亦都試過好幾次，睇完醫生食晒藥啦，都好唔翻噃。再翻查翻日子同埋睇個通勝之後啦，所寫嘅病症居然大部分同我當時嗰個病徵啦係完全吻合嘅噃。而跟住通勝所講啦，喺嗰一晚夜晚喺街上面燒衣拜過之後啦，又唔到你唔信邪噃，第二日情況就已經會好轉啦。所以一直以嚟啦，都有好多人奉行呢一種嘅民間信仰嘅。而一般喺夜晚燒衣啦，街上面啲人見到都當睇唔到，又或者會講一句唔該謝謝嘅。而帶住小朋友嗰啲大人啦，就索性寧願兜路走，又或者同啲小朋友玩，或者傾下偈，分散下佢哋嘅注意力啊嘛，費事啲細路唔生性，一係講錯嘢，一係睇到啲唔應該睇嘅嘢，甚至乎啦黐起上嚟會走去踐踏啲祭品啊，走去玩火噶嘛。總之細路呢一種嘅不安定因素啦，就盡量帶佢哋離開燒衣嘅範圍穩陣啲啦。而以前嗰啲屋邨嘅保安或者管理員啦，就只會喺燒香火之前啊，就提醒啲善信啦，要小心香火，叫佢哋睇清楚，整熄晒先好走啊。而第二日嗰啲清潔工啦，就會一大早去清理噶啦，因為始終以前啲街坊啦都比較有公德心，就算燒衣啦都係落街燒嘅，就唔似得而家有好多比較自我中心嘅街坊啦，就直接走去後樓梯嗰度燒衣喎。哇，嗰個火頭啊，大到成個人咁高，保安叫佢小心啲啦，佢就惡人先告狀，叫個保安唔好整熄佢喎。大佬，成等樓嘅命喺你手上啊，唔好整熄佢，做人啊唔好咁自私。而喺90年代尾啦，我住嘅屋邨就開始有南亞人分配到單位啦，而我亦都同幾個嘅南亞家庭咧都有打招呼㗎噃。佢哋大多數一早就已經喺香港嗰度定居噶啦，個個都有晒香港身份證噶啦，亦都用正常嘅途徑啦去上樓嘅。而有一次啦，其中一個南亞裔屋企啦就發生咗一啲事噃，
而嗰一次啦，都真係幾兇險噶，其中嗰啲小朋友啊，爭啲因為某啲事情，直頭連命都冇啊！嗱，嗰一年啦，應該就係02或者03年左緊啦。咁我屋企樓下嘅南亞人啦，嚟咗幾個親朋戚友，佢哋啦都有大有細噶噃。而根據嗰個南亞街坊所講啦，係由家鄉嗰邊過嚟噶。而佢哋對於中國嘅傳統信仰啦，基本上就唔係咁清楚嘅啫。而去到其中一晚啦，有一個屋村嘅主婦啊，就喺屋苑嘅下面空地燒街衣噃。而當時我啦就喺附近嘅籃球場嗰度打緊波嘅，而一個南亞嘅鄰居啦，同埋佢嘅親朋戚友就喺樓下嗰度散步。當時佢班親友入邊啦有一個細路，大約係3歲零嘅啫。對於燒街衣呢個動作同埋呢個習俗啦，覺得好好奇噃。越行就越近，諗住睇清楚啲啦。最後索性咧就企埋一二邊喺度睇啊。而當時呢個南亞小朋友啦，佢嘅父母又冇乜點理嘅噃。而嗰個燒街衣嘅大嬸啦，確保啲火種已經熄滅之後啦，就離開現場啦。嗱，當其時我係喺球場嗰度打緊波噶嘛，雖然知道啦，呢個南亞小朋友同埋南亞街坊都係喺祭品嗰一帶嗰度徘徊嘅，但係打緊波，正準備轉身射個3分波，根本就冇時間去理佢嘅。到我穿針攞咗3分之後啦，一擰翻轉頭望見嗰個南亞小朋友啊，佢居然將拜祭用嘅飯菜啦，四周圍亂咁踢噃，仲將地下嗰啲糖啦拆咗嚟食啊！而咁啱先有一個保安行過啊，見到即刻咪喝停呢個小朋友咯。而南亞嘅鄰居同埋嗰個細路嘅父母啊，亦都因為嗰個保安大喝一聲啦，即刻走埋去睇下發生咩事啦。結果就擾攘咗一段時間，個保安梗係喺度勁孖叉啦，叫佢哋睇住啲細路。而本身啱啱嚟到香港嗰個南亞親戚啦，根本就唔知乜頭乜路嘅，淨係覺得小朋友喺地下執粒糖嚟食，有乜咁閒啫。而我嗰個南亞鄰居啦，亦都將佢嘅朋友同埋個小朋友啦，拖住佢哋啦，去到另外一個地方坐低繼續吹水啦。而我見到佢哋離開啦，亦都冇理啦，繼續打波。就咁樣啦，就過咗大約係半個鐘左緊啦。當時啦，我就休息緊嘅，八卦起上嚟咪四周圍望咯。發覺嗰個南亞小朋友啦，又自己一條友四周圍共四周圍行噃。原來就係佢啲父母同埋南亞嘅鄰居啦，淨係一味喺度傾偈，完全冇理到呢個小朋友咯。而一個南亞細路仔啦，就自顧自咁樣四周圍走，突然之間啦，就衝到去輕鐵嘅路軌嗰度噃。而離遠啦，就有一架輕鐵嚟緊啦。哇！當時我同埋另一個波友都見到啦，可以話係千鈞一髮之際啦，即刻就撲過去，將嗰個小朋友監生拖翻去行人路上面咯。真係說時遲那時快咋，啱啱將個細路揈翻上行人路啦。當時嘅輕鐵已經嚟到急剎啦。由於事發實在太過突然啦，個輕鐵司機啦亦都落車睇一睇，最終發現啦冇事發生啦，佢先至再開車走咗咋。而呢個時候個南亞鄰居同埋佢啲父母啦，先至走到嚟行人路邊。當然佢哋亦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實在太響啊嘛。我將個細路交翻俾佢哋之後啦，佢哋亦都係咁撒冧，不停咁講多謝。然之後啦，就翻自己屋企啦。而我哋亦都冇理佢哋啦，繼續打波。而就咁樣過咗2個星期之後啦，某一個夜晚啊，同樣嗰一日啦，我亦都喺籃球場嗰度打緊波嘅，就見到嗰一個南亞嘅鄰居啦，陪同住另外一個街坊喺樓下燒街衣噃。一路打波一路望住呢個情景咧，都覺得幾得意噶。點解呢個南亞嘅鄰居居然會燒街衣呢？而呢個南亞鄰居啦，亦都見到我望住佢哋噃，所以就主動走過嚟啦，同我打個招呼，亦都講翻究竟發生咩事啦。原來啦，嗰一晚上咗樓之後啊，嗰個行輕鐵路軌嘅僆仔啦，就突然之間好興奮咁對住空氣嘰呱鬼叫噃，不停喺度講嘢，成晚都冇瞓過㗎。而嗰個細路同埋佢父母啦，亦都不以為意噶。第二日就索性直頭翻去南亞嗰邊嘅鄉下啦。但係翻到鄉下之後啦，嗰個細路仔嘅手腳啊，直頭係每一日都會抽筋嘅噃，而且又屙又嘔，直頭準時到每3個鐘頭一次啊！佢嘅父母梗係帶佢去睇醫生啦，只不過當地嘅醫生根本就查唔出咩問題，亦都冇俾個細路仔留院啊，純粹只不過係求其開一啲藥幫佢打一啲針啦，咁啊算數啦，所以當然係冇效啦。而之後啦，細路嘅父母亦都有同南亞嘅鄰居講翻呢件事情。阿鄰居聽咗之後啦，一路都唔知點算嘅，而喺街上面啦，同其中一個街坊傾開一件事之後啦，先知道大件事。
其實原本啦，呢個南亞鄰居啊，純粹係諗住想問下街坊有冇咩相熟嘅醫生可以介紹一下嘅啫。點知講晒成個症狀之後啦，街坊梗係醒水啦，即刻就同埋呢個南亞鄰居直接就去咗紙紮鋪嗰度問下老闆，查下發生咩事啦。結果一查日腳啦，原來嗰個南亞小朋友啊，當晚係犯禁啊。首先啦，鬼咩？又走去踢人哋啲祭品，仲要執埋地下啲糖嚟食噃。其實當晚啦，佢都已經執翻身彩噶啦，因為有我同埋我個波友將佢由輕鐵路軌嗰度扯翻上嚟啊嘛。其實嗰一下分分鐘攞命嘅。而嗰一個嘅紙紮鋪老闆啦，亦都叫南亞嘅鄰居當晚即刻就去到樓下嗰度拜一拜先，同時間亦都要求嗰個細路仔啦，盡快翻嚟香港啦。始終解鈴還須繫鈴人啊嘛。話嗰個南亞小朋友同埋佢父母落到嚟香港嘅時候啦，就盡快揾翻呢個紙紮鋪嘅老闆，到時再教佢哋點做噃。咁而過咗嗰一晚之後啦，嗰一個南亞嘅小朋友同埋佢父母亦都嚟到香港嘅。再次見面嘅時候啦，發覺呢個細路仔已經瘦咗好多，而且成個人啦冇晒精神嘅。而紙紮鋪嘅老闆啦，淨係用咗一份嘅衣紙喺南亞細路仔身上面啦，由頭到腳，正面背面啦，都各掃3次，然之後嗰晚嘅9點鐘啦，喺屋企樓下向四方拜祭，之後搞掂咗啦。去到第二日，嗰個南亞細路仔先至有翻啲知覺。而根據鄰居所講啊，原來呢個細路當晚啦，除咗係有冒犯啲靈體之外啊，亦都確實直頭見到一啲靈體出現過㗎噃。只不過南亞鄰居嘅屋企人啦，就冇拜祭，亦都冇合適嘅擺設。所以啦，就俾2個靈體一路纏繞住呢個細路啦，甚至乎跟埋佢哋翻家鄉啊。不過總之最後啦，搞翻掂，咁算係執翻身彩啦。以前呢，屯門區可以叫做係一個新市鎮嘅，但係都過咗咁多年啦。今時今日當然就唔係新嘅市鎮啦，但係都係一個市鎮嚟噶噃，有好多外來嘅人口啦。喺以前啊，就已經搬到入去屯門嗰度住噶啦。嗱，當時屯門咧就由幾個大型嘅公共屋邨一路帶起噶，吸引咗好多市區嘅居民啦搬到入嚟住噶噃。而且屯門區嘅民風啦，基本上係比較淳樸嘅。嗰陣時大家都好守望相助嘅，有任何嘅活動或者困難啦，大家都會集體參與㗎。記得咧，每逢去到中秋節啦，啲街坊都會去到元朗嗰度買月餅做月餅會嘅。而呢啲嘅月餅會咧，就有半份又或者1份咁樣買嘅。同埋記得啦，攞月餅嗰陣時啊，仲會有一啲掛飾或者燈籠送俾我哋㗎噃。而我亦都試過跟埋父母去到元朗嗰度攞月餅啦，哇！啲人多到啊，直頭冇辦法逼到入去咯。所以基本上啲細路仔啦，都係就咁樣喺店鋪嘅旁邊嗰度等嘅啫。十足十好似畫咗一個框，有小童認領區咁嘅。而每逢去到中秋節嘅時候啦，啲街坊就會約埋一齊去到屯門市鎮公園，又或者屯門碼頭嗰度齊食燈籠玩月餅啦。而追月嘅時候啦，就會喺屋企嘅樓下嗰度玩啦。屯門市鎮公園啦，都好大噶噃，而且入邊就有水上單車噶。不過而家應該冇咗咯。仲有啊，有好多草地啦，啲街坊亦都會自發咁樣帶一啲沙灘席啊、報紙或者其他可以坐嘅物件啦，直頭喺嗰度野餐嘅，帶晒食物、飲品、月餅、水果等等，幾有情調，幾有節日氣氛啊！成個草地坐到滿晒咁樣啦，齊齊喺度賞月噶噃。而班細路仔啊，就喺旁邊度玩燈籠，又或者喺度玩水上單車咯。而記得喺幾年前啦，2010幾年嗰陣時啊，亦都喺街坊同埋朋友嘅談話當中得知啊，原來屯門市鎮公園啦，曾經發生過好多意外噶噃。喺屯門發展嗰陣時啦，其實公園原本就係原居民嘅村地嚟噶，除咗村地之外啦，仲有祖墳噶噃。而當收地之後啦，政府就將村屋同埋祖墳一次過鏟起晒。當時村地啦，有好多人自己搬走就算數，完全冇理到個祖墳嘅，亦都即係就咁樣丟低喺度啦。所以當移平咗個地方同埋填海之後啊，依然有部分嘅祖墳啦，直頭就咁樣繼續埋喺地下面噶，甚至乎直至到今時今日都仲有噶。而記得喺10幾20年之前啦，曾經翻新過公園，鋪設一啲地下管道噶嘛。亦都曾經有工人啦，鑿地嘅時候發現咗一啲類似骸骨嘅物件嘅。而興建公園嗰陣時啦，雖然有山墳喺呢個地帶啊，但係以當其時嘅社會風氣嚟講啦，
佢哋起公園嘅時候，基本上乜嘢都冇拜祭㗎噃，直接就將嗰個地方移平咗啦。而自從倒石屎開始啊，每隔幾日就有工人發生意外㗎啦噃，所以嗰班工人啦都曾經要求過，不如開工之前拜一拜啦。但係負責興建嘅工程師啦係外籍人士嚟㗎噃，根本就唔信呢一套嘢㗎，而且政府批出嚟嘅工程價錢啦勁低咯，所以工程公司梗係想嗱聲搞掂，啃咗個豬頭骨就算數啦。於是乎隔咗幾日啦，個工頭就自己出錢買啲香燭，啲工人自發啦，每一日入地盤之前同埋落班之後啦，都會上翻炷香，咁樣啦個工程先勉勉強強咁樣完成咋。而據講咧，而家喺公園入邊啲職員啊，都依然有維持上咗香先至入去翻工嘅習慣嘅噃。而另外公園嘅水池啦，咁多年嚟啊，都有一啲細路仔甚至乎大人啦，一個唔小心會跌咗落水嘅噃。而根據朋友嘅記錄啦，有一次有一個細路仔同埋佢嘅媽媽喺水池嗰度玩緊水上單車嘅，而嗰一晚正正就係中秋啦噃，有好多人喺岸上面睇住嘅噃。而當水上單車經過橋底之後啦，原本企晒喺岸邊嗰堆人啊，居然突然之間唔見晒噃。而嗰個媽媽同個小朋友啊，就不停係咁踩，希望可以掉頭翻轉頭啦。但係踩極嗰個水上單車啦，都冇反應噃，直頭喐都唔喐啊！最後啦，佢就攬實自己個小朋友，不停係咁嗌救命，都唔知佢嗌咗幾耐啦。卒之佢個細路啦，忍唔住就講咗一句：你喺度叫乜嘢啊？而呢個媽媽諗住同個小朋友解釋點解自己咁驚嘅時候啦，望一望前面呢個小朋友，發覺根本就唔識嘅，就咁樣嚇到佢啦，當堂暈咗。而一下暈低啦，呢個媽媽直頭成個跌咗落水啊！不過亦都不幸中嘅大幸啦，因為呢一下跌落水啦，佢就即刻有翻意識喺度掙扎。而當佢掙扎嘅時候啦，即刻亦都回復翻原本，嘅情景啦。岸上面亦都有好多人即刻將佢拉翻上岸，而救佢上船嘅人啦，亦都即刻鬧爆佢噃。你發咩神經啊？你點做阿媽噶？你個小朋友都未上船，你一坐低即刻就係咁踩咯，踩到去水池中心仲自己跳水添，你黐咩線啊？你想自我了結都唔好喺啲咁淺水嘅湖嗰度啦。當時呢個女人啦，真係百詞莫辯啦，乜都講唔到咯，因為發生啲咩事佢自己清楚啊嘛。而佢休息咗一陣間之後啦，亦都陪同翻自己屋企人同埋自己嘅小朋友啦，盡快咁離開啦。而除咗呢件事情之外啦，嗰個街坊亦都有講噃，原來有一年同樣亦都係中秋嘅時候，去到市鎮公園嗰度賞月啦。嗰一晚大約係10點半至到11點左右啦，其實都差唔多翻屋企噶啦。街坊離遠啦，就見到一個老男人一直眼金金望住佢噃。呢個街坊呢個姐姐啦，佢就心諗：呢個男人黐咩線啦？我都唔識佢噶，做咩望我望得咁行噶？咁冇禮貌嘅。雖然我真係8月收花，都唔關你事噶。所以呢個街坊咧就索性另歪面，完全唔理呢個男人啦。而當佢哋執好晒嘢準備走嘅時候啦，呢個街坊亦都忍唔住擰翻轉頭望一望，究竟呢個男人仲喺咪喺度啦？發覺呢個老男人啊，依然打着咁眼望住佢噃。但係唯一唔同嘅啦，就係呢個男人同頭先企嗰個位置已經唔同咗啦，直頭同呢個女街坊嘅距離啦，接近多咗一半啊。當時呢個姐姐啦，已經開始心寒噶啦，硬係覺得呢個男人古靈精怪嘅，所以就急步準備離開啦。而當佢哋一路行到近住牌坊嘅位置啦，呢個姐姐一擰住面，發覺呢個老男人啦，居然又同佢更加接近咗啦噃。今次直頭好清楚見到呢個老男人嘅樣啦，原來係面無血色嘅，而且雙眼啦，直頭可以話係有眼無珠啊，黑掹掹得個窿咯，嚇到呢個姐姐急急腳即刻走人啦。而當佢離開咗個牌坊之後啦，一擰住面，居然見到呢個老男人啦，就喺正牌坊下面啦，不停向佢揮手啊，跟住一秒之間就好似一陣煙咁樣消失咗啦。我哋好多謝網友 CMH1357 喺一個公開嘅討論區冇明文不可轉載嘅情況底下啦，分享咗自己嘅見聞同埋自己嘅親身經歷吧。亦都要多謝你嘅收聽，甚至乎聽到而家一刻。仲有就係要多謝有位知心有愛嘅付費會員啦，多謝大家一直默默支持呢個頻道嘅。另外亦都要多謝有位知友 Andy Pitt
多謝你啦，係透過 PayMe 贊助咗阿媽有鬼嘅，實在衷心感激。如果本身你亦都有一啲喺你自己居住咗幾年，甚至乎去到幾廿年嘅居住環境當中經歷嘅靈異個案，一直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嘅，不妨喺下面嘅留言區將你嘅個案、將你嘅心聲寫低啊！又或者可以透過投稿表格、電郵等等，又或者而家畫面當中見到嘅 QR code 啊，可以將你嘅個案話俾我知㗎。又或者去到阿媽有鬼嘅 Facebook 群組啦，同埋二郎神你個人 IG， 同樣可以用文字或者錄音啦，將你嘅個案話俾我聽㗎。啱用而我又聽得明睇得懂，我會將佢重新錄製。另外亦都邀請你啦，去到二郎神個人 IG 可以睇下我平時搞乜鬼，又或者如果有新片啦，幾時會有直播等等啦，都會喺嗰度公佈嘅。同埋亦都邀請你加入成為阿媽有鬼嘅付費會員啦。如果喜歡呢個頻道，覺得值得鼓勵嘅，而最重要嘅係能力許可範圍底下啦，不妨多多益善，少少無拘，贊助一下呢個極難營運嘅小頻道啊！而所有嘅連結都可以喺下面嘅描述欄當中揾得到嘅啦。再一次多謝你嘅收聽，記得點贊、訂閱同埋分享。可以嘅話加入會員 Alipay、WeChat Pay、PayMe 或者 Superfans。OK， 如果阿媽有鬼啱你睇，記得俾個 like，然後 subscribe 再 share 俾你朋友仔，記得撳埋個鐘仔咁，當阿媽有新鬼就即刻俾你睇。OK。